Hello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，我係 Kathy。咁今日呢條片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 book review。咁嗰本書叫做《狗狗想傳達的事》。咁《狗狗想傳達的事》咧係由一個日本獸醫作家加藤由子撰寫嘅書籍嘅。咁佢就係透過一啲科學啦、動物行為呢一個角度去解讀狗狗嘅行為啦同埋情感，幫助人類去更加深入了解毛小孩嘅愛心世界啦。咁呢本書咧就結合咗作者好多年嘅臨床經驗啦，同埋動物心理學嘅研究啦，以一啲容易解讀嘅文字啦去揭示狗狗一啲肢體語言啦、聲音啦、日常動作，表達佢哋嘅需求同埋情感嘅。第一，核心內容與亮點，狗狗溝通嘅方法。書中詳細解釋咗狗狗肢體語言，例如搖尾巴啦、耳仔嘅姿態啦、同眼神嘅接觸啦、吠叫唔同嘅含義啦，以及他們如何用行為去傳達信息啦。例如擔啲玩具俾主人，唔係淨係想玩，可能表達一啲焦慮啊，或者尋求關注啦。第二，常見嘅誤解嘅澄清，加藤由子咧矯正咗好多主人對狗狗行為嘅誤解，例如狗狗舐臉唔係全部係 kiss 啦，可能係啲壓力啦或者服從嘅表現，破壞一啲家具唔係一定係調皮啦，而係可能分離症啦。書中強調人類容易用自身嘅情感啦投落狗狗嘅身上啦，而經常忽略咗佢哋本能嘅需要。第三，情緒與心理健康。狗狗亦都會感到孤單、壓力同埋憂鬱。書中咧就提及如何透過環境去調節啦、互動嘅遊戲啦、訓練去緩解佢哋嘅情緒問題。第四，實用建議，從幼犬教育去到老年犬嘅照顧啦，涵蓋唔同生命嘅階段嘅溝通技巧，例如如何獎勵啦、避免懲罰嘅式嘅訓練啦，以及識別陣痛啦，或者係疾病等嘅早期信息嘅。咁呢本書適合一啲咩人睇呢？首先，新手嘅主人啦，咁可以快速建立狗狗之間嘅有效嘅溝通啦。有經驗嘅主人啦，更加去深入了解狗狗嘅複雜心理。動物愛好者可以從一啲科學角度去了解犬嘅行為。咁首先評價啦。優點就係呢個內容好紮實而充滿咗同理心，利用一啲實質案件嘅生動啦，兼一啲科學性、實用性同埋又係插畫嘅風格，增添咗閱讀嘅趣味。而限制咧就係部分行為分析可能係因為唔同嘅狗嘅品種啦，都會因人而異。咁讀者需要結合咗一啲自家狗狗嘅個性而去調解嘅，去理解。咁總結。呢本書咧，狗狗心理翻譯係一本狗狗心理翻譯指南啦，揭示咗好多主人未曾注意嘅細節啦。咁佢哋就提醒咗狗狗每一個動作都係有佢意義，而真正嘅愛亦都要學習佢哋嘅語言去聆聽嘅。如果你希望可以狗狗之間建立一個更信任嘅關係，咁呢本書就係好值得㗎啦。好多謝大家睇呢條 book review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